姜濤最近接受咗 SYHK 嘅訪問，標題係陽光閃耀時。訪問內容好豐富，提到佢對音樂、工作同生活嘅睇法。大家好，歡迎光臨。講起 On a Sunny Day 呢首歌，姜濤話佢好感激大家呢幾年咁用心幫佢慶祝生日。其實以前佢冇乜朋友同佢慶祝生日，多數都係屋企人自己過。所以而家咁多人一齊為佢慶祝，令佢諗起可能有啲人喺生日嗰日會覺得孤單。佢想用呢首歌將生日嘅喜悅同更多人分享。粉絲們為佢慶祝非常有心思，今年生日會上仲有煙火，佢自己都話感受到粉絲嘅愛真係好熾熱。佢話今年大概還有3至4首歌推出。姜濤話全年嘅作品其實係有一個貫穿嘅概念，曲風會有啲唔同，但重點唔係試新嘢，而係唱好每一首歌。有時太追求創新，反而連基本都做唔好。佢覺得做邊行都一樣，基本功先係最重要。講關於佢嘅作品，如果要揀4至5首最想推薦嘅，姜濤會揀鏡中鏡、圖、Masterclass、蒙着嘴說愛你、孤獨病同埋作品的說話。佢話圖係演唱會主題曲，用咗自己個名好有意義。鏡中鏡雖然有爭議，但佢覺得製作同歌詞都好出色。作品的說話就係佢拍 MV 用得最多錢、最大陣仗嗰首。呢幾首歌代表住佢唔同時期嘅想法。講到演出，佢話唔太中意每次嘅舞台表演都係一模一樣，會覺得好悶。但如果觀眾特別中意聽佢唱某首歌，佢都會唱返俾大家聽。有粉絲話聽佢啲歌可以舒緩情緒，甚至有次搭的士，司機都同佢講佢嘅歌帶俾佢正能量。姜濤話如果自己嘅歌能夠幫到大家，令大家開心，佢都會覺得好快樂。講到工作同籃球嘅事，姜濤笑住話有時工作突然安排打籃球，真係幾開心。打波最正係可以感受到大家嗰團火，場上同隊友合作好直接，靠直覺同默契。我同啲朋友會一齊練波，練完會討論點樣打得更順。平時睇完 NBA 重播，都會同朋友會討論賽果。最後講到旅行，佢話上次帶屋企人去英國、法國玩咗半個月，睇到親人企喺巴黎街頭嗰種滿足，佢覺得好幸福。之後又一齊去咗美國同日本。問佢中意長假定短假，佢笑住話長假，但唔可以放太耐，2-3星期最啱。佢中意旅行唔係走馬看花，而係漫步感受當地生活氣氛。香港好難做到，旅行確實可以令人放鬆心情。佢仲話自己中意凍地方，想學滑雪。最後問佢生活中最享受嘅時刻，佢大笑，放工嗰陣咯，哈哈哈哈哈。